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耶利米书23章第1节到第8节，马太福音第20章17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求什么。耶稣基督教导跟随者说：求就给你们，敲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耶稣基督又说：只要有信心，你们在祷告中所求的一切都会得着。许多人以这样的一个经文来说，只要求什么，无论求什么，上帝一定会回应的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基督徒到底要如何来求？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，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耶稣基督的面前求。西比泰的妻子带着2个儿子来见耶稣，向他下拜，请求一件事情。耶稣问他说：你要什么？他就回答：求你答应，在你做王的时候，让我这2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如果按照某些基督徒的论点，那么雅各和约翰母亲所祈求的应该是要被成就才对。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并没有这样允许。他说：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些什么，我将要喝的苦杯，你们能喝吗？他们回答说：我们能。耶稣告诉他们：你们固然要喝我的苦杯，可是我没有权决定谁要坐在我的左右。这些座位我父亲为谁预备，就给谁。耶稣基督不但告诉他所求的是不正确的，耶稣基督自己也没有权柄来决定坐在左右边的人是谁，因为天国的事是上帝的权柄，不是人子的权柄。继续的经文这样记载，其他的10个门徒听见这样的请求，对这2个兄弟非常的恼怒。耶稣把他们叫到面前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知道这世界上有执政者管辖他们，有领导者支配他们，可是你们却不是这样。你们当中有谁要当大人物，谁就得做你们的仆人；谁要居首，谁就得做你们的奴仆。正像人子一样，他不是来受人伺候，而是来伺候人，并且呢，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。耶稣基督是奉上帝的旨意来救赎，为了救赎而献上作为献祭的，也正在面对他当时候所面对的受苦的这样的情况。竟然有人还在为了自己的福利来着想祈求。
雅各、约翰的母亲到现在仍然很多。牧师的意思是说，如同雅各和约翰的妈妈那一种错误的请求的人，到现在还比比皆是。经常听人说只要祷告后你就能够得救了，你这样祷告后一定会得到医治的。这些人的论调不但是误解了圣经的教导，更忘记了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也更是忽略了上帝给基督徒的呼召。耶稣基督透过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教导我们说，祷告要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不是顺服我们的旨意。耶稣基督更是自己顺服上帝的旨意，然后谦卑至死。我们非常熟的经文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11节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原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。相反的，他自愿放弃一切，取了奴仆的本质，他成为人，以人的形体出现。他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，上帝高举他，极至于至高，赐给他那超越万民的名号。为要遵从耶稣的名，天上、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得向他屈膝下拜。众人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同颂父上帝的荣耀。耶稣基督求的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而不是自己的妄求。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以色列人将来的希望是什么？耶利米先知这样说：那些残害驱散上主子民的统治者惨了，他们原是应该照顾上帝的子民的。关于这些统治者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：你们没有照顾我的子民，反而驱散他们。瞧吧，我要因你们的邪恶行为惩罚你们。我要从我放逐他们去的各国，把残存的子民召集起来，带他们归回故土。他们会多子多孙，人口繁盛。我要派领袖来照顾他们，像牧人牧养羊群一样。我的子民不再惊慌恐惧，我不再惩罚他们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先知的话语在提醒以色列人民要回转向上帝，并且要将希望放在上帝的应许之上。耶利米先知这样的转达上帝的话说：上主说，瞧吧，时候将到，人发誓的时候不再说，我指着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永生上主发誓，却要说，我指着那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北方土地，将他们从被放逐的各国带回来的永生上主发誓。那时他们要安居在自己的故乡。耶稣基督他所求的不是一般的，而是上帝的国降临。
不是像雅各和约翰母亲所说的，你得国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的2个儿子，一个要在你的左边，一个要在你的右边。基督徒其实是可以跟上帝求的，上帝必然要回应，但是按照上帝的旨意，不是按照自己想要的。求什么？基督徒应当非常小心的去求，千万不要妄求。就如同我们在劝勉朋友应当要节俭的时候，我们会这样说：考虑一下，这个东西是需要还是想要？需要，上帝就会赐给我们；想要，其实就是已经超越了那个界限。如同雅各和约翰的妈妈一样，让我们来想一下，那个瞎眼的人求看见是需要还是想要？因为他是需要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应许了他的请求。诗篇100篇，普天下要向上主欢呼，要欢欢喜喜的敬拜他，要唱赞美诗歌，到他面前要知道上主是上帝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牧养的羊群。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，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，要感谢他，颂赞他，上主至善，他的慈爱永恒，他的信实万代长存。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如何的祷告，如何的祈求，如何的明白你的旨意，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不随意祈求，不贪心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